大家好，歡迎收睇潮玩科技。究竟一個電郵帳號可以泄露一個人幾多嘅資料呢？好多人可能因為冇一個清晰嘅概念啦，而表現得漠不關心嘅。科技 TechDirt 嘅創辦人 Mike 就話：一般人唔係咁了解大數據嘅威力。今日我哋就請嚟商智謀略資深科技顧問 Andrew 黃佩成上嚟同我哋分析下。Andrew 你好。你好。美國科技博客 Mike 啦，就對美國國家安全局 NSA 收集民眾使用手機同埋電子郵件嘅大數據行為咧，就覺得好不滿啦。其實讀一篇半篇嘅電郵啦，或者竊聽到手機通話啦，都最多知道個通話內容係乜嘢啫。點解乜叫咁緊張咧？好多人都以為睇一個電郵純粹係啲內容嘅問題啫。但係如果結合一個大數據分析嘅時候咧，所揾到嘅資料咧係多過我哋一啲想像嘅。就好似麻省理工呢個媒體實驗室啦，咁喺本月初咧，佢發表咗一個工具啦，呢個工具叫 Immensum 啦，Immensum 啦，咁呢個工具咧可以透過你檢查自己嘅電子郵箱咧，去睇你一啲譬如話啲電子郵件嘅收件人啊、寄件人啊、forward 俾某一啲人啊，又或者個頻密嘅時間啊，呢啲咧，從而咧將入邊嘅郵件嗰啲人咧畫成一幅一幅咧個關係圖表出嚟嘅。咁其實透過呢啲關係圖表又可以睇到啲乜嘢咧？嗱，咁阿咪咧佢就喺就講到啦，就佢就用一個 Gmail 嘅戶口咧，嘗試咧去透過 Immensum 呢個工具去分析啦。咁發覺咧喺 Gmail 咧，自從佢2004年開始以嚟咧用嘅時候咧，佢發覺咧好多呢啲聯絡人嘅資料啊，即使係啲刪除咗嘅資料都可以喺揾到入邊嘅喎。譬如話，如果佢心水清嘅話，望住呢啲圖表嘅時候咧，佢好容易發覺呢啲關係圈咧係一啲佢自己認識嘅，譬如佢嘅家庭啦，又或者係公司嘅同事嘅關係網啦，又或者係教會啊，或者身邊嘅朋友圈啦，呢啲資料啦，咁呢啲資料都會用一個圈圈咁樣嘅生態圈以佢為中心去表達出嚟咁樣嘅。咁其實嗱，如果對傳媒嚟講啦，透過呢一啲咁嘅電郵關係網咧，係咪真係可以分析到一啲內幕啊，或者一啲採訪嘅機密咧？嗱，咁其實因為佢累積個郵件嘅數目都好多啦，咁其實呢啲咁嘅關係圈嚟講咧，如果正常你去睇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就係話呢啲大嘅圈咧，通常咧都唔係一啲好關注嘅焦點嘅。譬如話，如果你用翻 NSA 呢個事件嚟講咧，咁譬如話 NSA 最感興趣嘅並唔係佢一個比較大啊或者多文人呢啲咁嘅關係圈，反而係一啲細嘅關係圈，譬如話涉案嘅個記者啊，同埋嗰個阿斯諾登之間嘅關係啊，呢啲咁呢啲通常係一啲好細嘅關係圈，又或者譬如話個主角你冇可能同你屋企人有電郵來往啊嘛，咁自然咧佢啲關係圈咧就唔會有啲咩重疊噶啦。咁重點揾呢啲細嘅關係圈，同埋透過一啲時間嘅時軸去分析嘅時候咧，其實好容易揾到咧同對方呢個目標通訊嘅人咧，仲有啲咩人牽涉在內嘅。咁其實透過 Immensum 咧，可以透露咁多嘢。咁公開呢套工具嘅開發者目的係乜嘢咧？係咁，其實呢套工具嘅開發者個教授咧，咁阿 DeepPact 咧，其實就係想話俾人知咧，其實咧大數據咧，其實好多一啲網絡供應商，譬如 Facebook 啊、Google 啊呢啲都有提供啲免費嘅服務啦。但係其實咧，通過一個大數據嘅分析咧，呢啲資料咧好多時咧係多過你所想嘅一啲機密嘅資料係外泄咗出去嘅，咁其實都希望咧引起大眾一啲關注咁樣。咁其實都係警醒翻大家對網絡安全嗰個嘅重視啦。咁其實如果你唔用 Gmail 嘅話，咁除咗 Immensum，仲有啲乜嘢工具可以做類似嘅分析㗎啦？咁其實除咗呢個 Immensum之外咧，有一套軟件叫Wolfram Research公司推出嘅軟件，咁你都可以透過佢咧，用你個電郵咧登入咧，佢都可以一樣可以繪製到呢個社交嘅圖譜出嚟。咁其實我哋一般人啦，又可唔可以上到 Immensum 嗰個網站去查到自己個關係圈嘅咧？其實佢呢個工具咧係公開俾啲網民去使用嘅，咁到目前為止都有21萬
21萬人用咗。咁官方嗰度都聲稱咧，就係話如果你用呢個服務嘅時候咧，佢唔會有啲咩嘢資料咧，佢會扣起咧，純粹係研究之後咧就會刪除啦。咁你用你嘅 Gmail 登入去嘅時候咧，咁佢就會睇晒你所有嗰啲郵件者形成一啲社交圖表啦，有唔同嘅圓圈啦。咁基於呢啲時間軸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咧呢啲圓圈啦，佢好似一啲番梘泡咁樣放大縮細，有時候會消失咗嘅。咁呢啲圓圈代表咗以你為中心咧，你個關係網嗰個脈絡喺度嘅。好啊，唔該晒 Andrew 幫我哋分析咗咁多啦關於 immersion 嘅嘢啦。咁今集前往科技時間到呢度，下集再見。